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咱看到去年有一名泰国移工伫咧做工的时阵，因为严重的这个职业灾害，致使伊当了后要当病啦倒伫咧眠床顶。咱嘛看到其实咱看到这个头家真正对伊拢无咧照顾致使伊真正伫咧咱看到伫咧7月时阵来选择离开掉这个人世间啦其实咱就一项一项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咱讲这个身份是啥伊就过去伫咱台湾已经做工课做12档啊，遮尔久是安怎受到伤害了后，咱看到这个头家真正对伊拢无咧照顾啦伊伫咧龙潭3英铁工厂做工课时阵，或者个铁地啦地甲伊的这个身体致使过两工伊才发现有各样啦再来去送医啦但是伊其实这个内这个内脏拢已经破去了靠着真济物件来甲伊维持性命，但是咧伊是终生来失灵倒伫眠床顶1年来这个头家真正毋但无付伊的这个薪水甲相关的这个医疗费，甚至啦就是讲开始做一寡诉讼，咱嘛看到讲伊真正袂堪治啊所以才选择着离开着这个人世间。不过咧，咱嘛要讲着真正伫咧事先咱讲的这个职业灾害会当来预防无，还是讲真正发生讲职业灾害以后，这个定数安怎来保障咱所讲的这个劳工，毋但是这个本地还有这个外籍移工，透过今日台湾相隔，咱做回来讨论。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来邀请就是咱讲的这个拜伦这个事件的负责人啦咱看到是希望职工中心的督导许伟栋。大家好，我是希望职工中心的督导许伟栋。第二位咱要来邀请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素香。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执行长黄依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特别先来了解到这站案件是安怎来发生。其实咱嘛看到，真正选择到这个离开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方式真正对伊来讲心情介震荡，才选择安尼这个步数啦咱嘛要先带大家来看讲，伊这段故事是安怎开始的。摕到阿爸生前的相片，泰国移工拜伦的后生讲，老爸因为职灾意外，互内脏严重灼伤。头家说伫一开始否定是职灾，一直到桃园市劳动局认定是职灾了后，才愿意付部分的薪水，毋过无愿意付医疗费甲赔偿费，甚至阿爸结束死亡了后，嘛无来小借问。老板雇用翻译来问我们问话，但翻译跟我父亲说。你必须跟警察说你自己不小心碰到铁块的。不过我父亲拒绝说谎，他诚实的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但老板否认责任，却向警察说我父亲不是因为在工作时候发生事故，而是有先天性的疾病才会生病这么严重。当场头家对 NGO 团体的讲法完全否定，表示伫代志发生了后有协助付医药费，嘛有照顾移工后生的生活。您请问他儿子，如果不闻不问，他在加护病房这段时间来台湾这段时间，他住哪里？吃哪里？睡哪里？对不对？他说是有公司。亲像安内事件一直发生，根据劳动部统计，外籍移工申请劳保职灾的人数，每年超过1500个人，等于平均2点钟就会发生一件职业伤害。为着保障移工权益，侪移工团体嘛透过这回事件，向劳动部提出订正，望劳动部正视移工的权益。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修正那个职业灾害保险法以及保护法的规定啊，各界的意见我们都会纳入意见，然后通盘考量。移工团体希望政府设立职灾赔偿制度，一旦确定是职灾，比较关场赔偿制度，为政府新户籍，而且代替要求赔偿，来保障职灾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咱头拄有讲到，看到这个拜伦安尼选择离开人世间，真正使人唔甘啦今日咱嘛邀请到负责着这件案件的这个咱讲的这个督导啦叫做柯维栋头拄咱有先介绍伊啦不过咱嘛要甲大家说明一下，咱就讲今仔日咱会邀请到这个柯维栋来到现场真正是伊真正代表性的人物啦但是伊袂晓讲台语，但是伊一定爱来现场甲咱说明一下啦咱嘛要先请教咱的维栋啦我们看到了这个拜伦他的这个之死
今天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他的这个遗体或者是已经这个骨灰哈，把他送回到泰国去了。儿子的心情怎么样？其实跟大家稍微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其实是大概我们其实，在刚刚影片里面有记者会哈，其实我们在记者会之后的2天，有跟雇主终于愿意出来谈了。OK， 那出来谈的时候，我们是在记者会隔2天，礼拜5。好，礼拜3记者会，礼拜5在泰办谈。当时呢，还有谈了会议记录，大概有谈了一些内容，雇主也愿意赔。但是结果呢，我们约在下个礼拜3要确定签和解的时候，那雇主直接就跳票了，又跳票了，对，他就直接说啊，我那一天不要去了。然后他的律师又出来代表，就是说啊，这个还要等到下一次开庭才要来处理。那所以现在等于是他的儿子已经有点他自己也觉得，因为他真的待非常非常久，那所以他有点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再待。那一方面也是他的女儿，他其实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泰国，也是1年都没见面，所以他就是考虑了很久，所以他最后还是决定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搭飞机，就带着他爸爸的骨灰就回到泰国去。是。然后拄啊，这个活动的意思就是讲吼，咱讲拜伦的这个后生吼，伊号做是 M， 然后咱甲伊叫做是 M， 然后伊已经来照顾爸爸一冬啊，但是咱看到7月初的时阵，爸爸吼因为安尼选择过往吼，但是咱嘛看到因为伊过往了啊，这个铁工厂开始有要来做一寡回应啊，但是恁去开这个泰国办事处的这个会议了后，伊煞甲你跳票了吼，咱先要来带大家来看讲。这个各界这个回应是啥物啦吼？真正咱头拄也看到讲啊，铁工厂这一冬外来拢无消无息啦吼，啊，即阵是讲本地要开始来处理的，但是是安那个跳票，咱等下好来讨论。哦，这个头家的时阵过去，就是咱讲的这个3英铁工厂啦吼，3英铁工厂。泰伦伫遮做10外冬的这个时间，但是因为伊操作这个咱讲的这个起重机啦吼，伊佫讲吼，去互这个物件逮着，伊是啉酒跋倒的，敢真正有影咱等下再问啦吼。另外就是讲吼，事实上是甲这个义工团体讲的吼，真正对伊吼。咱讲拢无咧交插啦吼，啊无捌派伊吼去操作这起重机啦吼，嘛否认讲有发生自灾啦吼。另外，咱就看到讲劳动部伊才回应啥吼，这个原本吼有8名新劳咧开始咧请啦吼，但是咱看因为这个拜伦这个事件已经减2个名额。另外咧，桃园市政府吼，因为讲吼发生职业灾害的时阵无来通报吼，这个罚3万块啦吼，但是这个罚一个人的这个性命敢救会倒来，可见是无嘛吼。另外就是讲吼，无按照原本的这个领的这工资的这个数额来去做赔偿吼，敢若处罚2万块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桃园市这个劳动局嘛真讲吼，一点办法都无啦。另外，这个拜伦的后生 M 啦吼，伊讲吼，这个爸爸伫咧台湾死去啊，嘛无希望讲伊这个性命是无意义的，然后希望争取到公平，然后伫咧台湾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到这个义工团体吼，亲像咱讲的这个希望职工者吼嘛做真大力的这个推销啦吼。另外嘛呼吁讲，劳动部爱启动讲这个劳工的这个职业灾害吼，有这个赔偿的这个制度，卖互这个代志一再伫遐重演吼。继续咱佫申请到活动啦吼。其实咱看到的，安尼跳票是代表什么意思？咱讲过去伫咧人死去以后，这个头家竟然会发什么？发一个章吼，或这个翻译讲啊，这个债权人都已经死去啊，哦，我已经拢免交插啊，希望这个诉讼就当结束啊。啊，即阵后生要告到底无？诉讼他儿子的诉讼基本上其实是我们会继续接着协助他继续打诉讼，但是我觉得其实他的雇主的这几个状况还蛮明显的，就是其实他是一个惯犯，就是包括是其实最开始他薪资没有给付的时候，我们在劳工局开过会之后，他也是好他会付，结果但是他说他要分期付。结果分期付付了2期之后，又开始不付钱，就他非常习惯用在那个当下的时候给你承诺，告诉你说啊我会处理，结果到最后又跳票掉。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在这个里面，不管是桃园市政府，你说就换废了2个名额，其实他还现在工厂继续运作啊，因为还是有其他泰国移工继续在那里工作啊。那包括桃园市政府，他说我已经开罚啦。可是开罚了没有用啊，他就是不付3万2万啊，伊嘛是不爱拿吧吼。对，所以我觉得的确在这样的案子，我们必须说，其实的确它有一个，当制度走到一个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真的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移工的垫偿制度，由政府来代为求偿。要不然其实你说像这样子的劳工。
这个案件是刚好有804医院的社工转介给我们。 OK 那有多少劳工其实他遇到这样的状况，他根本没有能耐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能耐跟雇主求偿。政府这个代替被害者来去做赔偿这个动作是真正必要的吼，但是咱的法的头顶也无明确的来吼指示讲，也是讲吼有这的这个制定啦吼，所以真侪移工也是讲本地劳工共款啦吼，若是受到讲职业灾害以后，拢真正找无门啦吼，也是讲真正就亲像这个这个头家安尼共款。 真正的拢无法度解决嘛，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诉讼者吼，安尼按来看啦吼，这个法嘛开发啦，但是伊唔立就是唔立啦吼，诉讼伊嘛讲这款人已经死去啊，吼，咱就来处理掉这个另外这个部分，但是咱看伊后生就要来改变吼，要这个原告改做是伊这个后生啦吼，安尼来去做，但是伊公司也阁有这个闪避的这个空间无？我感觉是安尼，因为足侪职业灾害劳工哦，伊其实爱开足侪时间去处理伊的劳资争议，还是讲伊的赔偿的问题。有时即个处理，像头家啦，确实拢无爱付的时，伊可能爱拍官司，这时间拢开足久的。但是对一般劳工来讲，其实这生活负担嘛、经济负担拢足大的。甚至到最后的时阵，你官司拍赢，你嘛无一定摕到钱，因为头家为了甲你脱产啊，你都拢摕无钱。所以这对职业灾害劳工来讲，因的权益会当保障。其实拄仔话董有提出一个诉求，伊讲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叫做迄叫做代位求偿，就是讲吼，你政府先甲应该头家赔偿互即个劳工的钱，咱政府先摊出来。吼然后由政府才慢慢去甲即个雇主去甲伊对转来，吼，等于讲即个讨钱的即个动作是政府来做，毋是互迄个劳工来做。因为迄个劳工做讲实在是无能力啦，会互伊拖死。像拜伦这个案，其实嘛是拖到尾啊，拜伦已经失去了伊求生的意志啊，所以伊才会去自尽嘛。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职业灾害劳工，政府爱用什么方式会当甲伊保障。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是有影啦吼，咱讲吼劳工甲这个头家啦吼，本地就是讲相对抗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个劳工嘛爱有意识吼，再去做一寡这个咱讲吼，有去做一寡要去投保也好啦吼，也是讲真正要去争取伊的这个权益，但是真正这个资讯的落差吼，对本地。这个劳工较低层的吼，甲即阵咱讲白领这个劳工都有争差，尤其外国移工来，因其实吼对着这个知识也好，也是讲吼真正因的这个权益真正无了解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执行长啦吼，咱看到的毋单单是外国移工的有移工的这个案例啦吼，咱台湾其实嘛真济啦吼。看到安尼情形，头拄仔咱有讲的，真正要去找头家赔偿啊，头家就门甲你砸起来，这种情形，台湾的这劳工嘛时常拄着吧。是，就像讲拄则素香姐讲的啦，就是伊讲，这劳工咧发生职业灾害的时阵，伊是当时是伊上需要这个钱的时阵，其实就是伊发生的当下。讲你要叫伊去诉讼了，可能2年3年了后才摕到这钱，对伊来讲其实还不积极啦吼，因为伊上急的时阵，迄摕无钱，所以我嘛是做赞成讲，应该用国家的一个制度的方式，去设计一个只要种这个劳工一直发生这个职业灾害的时阵，随有一个一笔钱，会当随互伊安尼吼，会较紧的安尼。所以讲，其实咱会当透过咱目前这款保险的制度啦吼，透过这款社会保险的方式，足紧的。一旦发生了后，伊为这个保险呢，直接互伊保险金。若是讲因为这个雇主呢，伊头家无摕这个，伊若是内底这个差额部分啊，因若是无甲伊加保啦是啥，这个当然是透过这个政府甲这个头家去讨的。毋过咱劳工毋免等，伊会当随着用这个保险会当摕安尼。是，虽然讲吼职业灾害吼单独这个保险的成立是真正必要吼，咱等下再来讲着法的这个部分吼，尤其制定吼介困难真忝头吼，台湾人的爱心嘛毋捌欠过吼，但是出钱出力以外，伫咧法头顶咱会当帮助着虾米啦吼，这嘛是咱一定爱去思考的这个过程。不过咱嘛要讲到这个拜伦这个案件吼，其实咱讲吼，这个资源真正这个台湾人的爱心真正无欠吼，投入的资源是介济，但是为虾米尾啊？咱讲拜伦的这个心情会袂堪你吼，选择这条路。
我觉得其实拜伦这个案子，大家基本上他还算是，因为从一开始医院这边就介入了，医院的804的国军医院真的是提供非常多的资源。那其实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大的状况，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资源，他投入的东西比较多是在后端。好，去让这个人，比如说像这次案件一出来，有非常多的团体，慈济啊，包括什么都愿意来捐款给他儿子。那当然，这些我们都很感谢大家的善心。可是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于，这些东西虽然可以，它并不真的可以解决。第一个无法它解决制度源头的问题，再来第二个其实是它无法解决，就是拜伦他在那个当下。我觉得他有一个东西是，他一直被他的雇主说，你这个是你自己的责任。OK，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很伤的。然后1次官司、2次官司，然后雇主都这样讲，然后那他又自己。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受，儿子也是。那包括这一次儿子回去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们当初也是想说，希望至少回去回去前能够拿一笔钱回去，能够官司有个段落。但也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对于当事人来说才是最伤的事情。OK， 所以这个讲法头顶啊，咱看到这个铁工厂吼是讲啥？就是讲这个咱讲这个拜伦吼是啉酒来跋倒的，但是这个到底劳动局这个认定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基础的这个判断到底出来没？其实劳工局已经认定是职灾了。OK， 这个部分已经是职灾，只是雇主不承认。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其实后来我忘记哪一个台有去采访过那个，其实这个他的主治医生赵医师。那其实赵医师他讲得很清楚，他的状态是受到外力的非常大的外力撞击，才会导致在内脏整个出血、整个才会导致需要把小肠切掉。所以他绝对不会是所谓喝酒跌倒造成，更不会是什么先天的，因为其实外籍劳工进来都有体检啊，你体检每一年都要重新复检啊。OK， 这东西应该都会检查出来，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才说你这个一开始说他跌倒，发现这个太扯了，就是不可能跌倒这么严重，然后后来到了法院又开始说这是先天性的，那这东西我觉得就是雇主在做一个赖皮 ，OK， 赖皮，我把你的官司一直拖到你受不了。是，所以维东的意思就是讲，这个职业灾害这个认定已经是确定啊啦吼。但是咱头都要讲到，这个制度啊是讲吼，这个源头顶，咱看到的这个资源顶面一定是无问题。头主要咱讲的这个北康署这个病院，伫第一时间都互真侪这个资源之外，但是嘛有看到真侪这团体来斗相共，但是制度源头，咱头都嘛小可讲到，咱要继续来请教这个苏雄子啊。制度源头安怎吼？上困难的所在，你感觉是啥物？第一，我感觉即摆是因为我即落工集中的工厂，拢是一寡较危险的嘛吼，较垃圾、较危险的工课，所以伊职业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就较悬。所以我感觉第一，我感觉咱政府来真正讲要减少即种职业灾害问题的发生，我是感觉应该爱去全面劳动检查这种工厂，我嘛毋是讲你劳动检查了，你就所有责任拢放互迄头家。我感觉台湾足侪迄种产地吼，这种工课的头家，嘛是拢是小企业，所以嘛无一定讲真有资本会当去投资这种安全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咱政府其实有责任，应该爱提供某种的合作，或这种的头家、这种的工厂，因为当去好好改善迄种职业安全的问题。我感觉这是对政府应该爱合作这种企业的头家。咱嘛毋是讲把所有责任拢叫伊爱去改善吼。所以第一点，我感觉这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爱去做这件代志。第二就是讲，万一来真正发生职业灾害的时阵，我感觉政府伊有责任爱好好出来。做某种的动作，去保障所有这个劳工。这劳工，你譬如像恁拄仔讲的代位求偿的问题，还是讲你提供必要的协助。因为阮处理过足侪，特别是外籍劳工，处理过足侪外籍劳工的职业灾害的时阵，我感觉因资源拢足欠的。OK。第二就是因对这个制度其实拢无了解，所以因真紧就互迄中介，还是讲互迄头家，甚至政府的某种劳动检查员，拢会甲因讲你这紧签的，你紧登去啦，你安尼。所以因的权利其实伫这过程中拢一定流失去，拢无。检查员嘛安尼讲。因检查员嘛会讲你这吼，已经叫头家紧甲你签的。
啊，偌济钱你摕，你紧转去，你带这你嘛无法度继续做工课。 OK 所以迄个劳工伊若毋捌的时阵，伊其实足紧就会互送转去。嘿，所以我感觉这是伫咱咧思考讲要安怎保障这外籍劳工，因发生职业灾害嘛，不止外籍劳工，包括咱台湾家己的劳工嘛共款。是。你发生职业灾害的时阵，用什么方式会当提供伊上大的协助？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劳动检查一定是必要，但是真济乌数啦吼，黑数，华语讲的黑数，真正差袂着呢。尤其咱讲吼，过去这个统计内底啦吼，真济这个外籍移工，伊本地有一定的这个雇主，但是伊可能离开了后，就无伫咧这个统计内底，然后咱继续要来请教警长。常常看到讲，足侪这个职业灾害发生当下吼，其实伊的头家是不喜欢让他去通报，因为像讲咱咧营造工地这款的啊，伊若一旦通报，伊可能要停工，所以伊若停工，伊会感觉伊的损失足大的吼，啊，所以讲伊会感觉讲，我若是受伤无大吼，恁都莫讲，啊，你着忍耐一下就过啊。所以讲这个拜伦这个代志，其实第一时间伊嘛感觉讲啊，看起来无安那，所以伊嘛无感觉讲应该通报安尼吼，啊，所以讲其实咱会看到讲，足侪劳工伊咧这个受伤的过程中，其实足侪是无报出来的。毋过无报出来，这个代志其实伊影响到的是讲咱的预防的无够，因为咱会无感觉讲咱的这个职业灾害是足严重的，因为咱数字敢若看起来无嘛，咱若是无，咱就无法度看到讲真正的这个咱即摆现况是啥物情形。那啥物款呢？这款职业灾害的类型较侪，咱来用啥物方式去预防这款类型的职业灾害的发生？其实咱就无法度有对策，所以讲其实咱若是顶头，因为有隐匿，咱就影响到讲咱的预防。其实咱足侪变成讲啊，足侪劳工可能就变成讲伊家己爱承担。这个不管是讲保险的部分啊，医疗的部分啊，其实变成讲拢个人的代志啊。咁我感觉这是足无公平的。有影吼，咱讲到是这个外籍移工这个乌数这个问题吼，另外嘛是一种乌数啦吼。尤其咱讲吼操作这个专业的这个起重机，其实要有执照的吼。但是咱看到拜伦这个案件。伊是无执照，但是可能有当时啊，这个代志本地劳工就讲啊，你去操作一下，啊，伊嘛唔知嘛，伊就去操作啊，啊，这都是问题来啊。咱继续来请回动。他们当时就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当时在接触拜伦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这个当时工厂是什么状况？”那其实他就讲，他其实跟他们工厂就是他们叫天车啦，他们叫做天车。那其实工厂大概有7、8名的外籍劳工哦，然后还有大概3到4名的本劳。那基本上其实是他们的工厂，其实就是当铁块来的时候，就要把它用天车把它夹起来，因为它好几吨的铁块，它夹起来之后夹到定位去放。那所以。因为那个起重机基本上就是绑好，然后操作那个开关，所以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操作，但它的确是危险的。那但是呢，因为也许它不是这么困难，所以其实几乎现场所有的人都要操作，对，都应该说都必须要操作那个东西。那而且它一天可能要操作最多也甚多一点到10次以上。因为只要有货进来就要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反映一些很像这种3K 产业啊，就是它其实常常在这种地方，它其实就是第一个它不容易查，第二个是它就方便嘛，就是为了省成本，为了我不可能这件事情只叫台湾人做嘛，他就是就是让所有的劳工都去操作。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这个也是省成本来考量。对，所以咱维动讲过吼，这个操作机器。哇，10届以上逐工啦吼，但是公司的讲法是啥？唔捌指派着移工操作这个机械，是讲白惨嘛，对不？所以咱要来继续来看到吼，真正无这个执照，但是这个劳工，伊嘛是一种乌数啦吼。啊，这款的伫咧咱讲现场，除了这个劳动检查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去解决无？咱继续请维动。我比较觉得说，我觉得在这个东西除了第一个劳动检查当然是非常必要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是我们在讲所谓的为什么3K 产业的职灾率这么高，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台湾，我觉得台湾有一个状况，就是它一直让所有的这些3K 产业不需要去，政府都没有辅导它去做一些所谓的，不管是产业升级也好，它让它用所谓的廉价人力，比较廉价的外籍劳工来去让它维持既有的利润，它可以一直生存。那所以它就不需要投资任何的利润去改善它的机器，去改善它的产业升级，然后就一直维持这样的状态。所以为什么在这一层的这个职灾率这么高？它是几乎是2倍，就根据监察院的资料是2倍，外籍劳工每年是超过1500个人，平均每2天就有1.6个移工因为职灾死亡或失能，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是，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下，基本上如果这个产业一直维持这个状态，那你劳检的状态又其实说真的，台湾目前的劳检大概外籍劳工劳检大概只有370个而已，我们多少次去抗议，始终就是300多个人，那你说？这么多个将近40几万名的外籍劳工，10几万的工厂，370几个劳检，你到底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检查得清楚？那我觉得这是一整个产业环环相扣的问题。是，头拄啊，这个维动的这个数字哈是2018年，然后咱看到的时阵，然后就是讲啊，一年有1568个这个人吼，是移工是受到这个职业灾害吼，每2点钟哦，2点钟就一件案件啦吼，咱看到真正。有真正这个部分真正侪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2日就这个移工吼，差不多就是永久来去失去着伊这个会当恢复这个能力啊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其实最近年啦吼，在这个案件内底，其实有真侪案件是诉讼者啊来办的啦吼。咱先来看讲吼，第一件案件是2019年8月28时阵，菲律宾移工啦吼。Desiree 啦吼，伊用这个化骨水吼来清洗这个电路板的时阵，去用钻掉啦吼，钻掉了后，其实伊这个大片拢是受伤吼，送医了后嘛是不幸来去过往啦吼。迄当阵这个中人吼，只想吼要甲这个代志甲暗砍落来，无想要赔偿吼。另外，这2件案件就是咱等下要来请教诉讼者吼。第一件是讲咱2017年10月23的时阵吼，是越南移工黄春和啦吼，跋倒吼对着咱讲的这个冲床的这个遥控器啦吼，倒手去用这个机械甲折断去啦吼，这个头家敢若愿意付10万块啦吼，遮尔啊加这个这个赔偿金啦吼。另外，咱看到2017年同款是越南的移工吼。范碧中啦吼，嘛是共款咧做这下层以外吼，手来去做一个变形去啊。咱讲吼，开安全装置的时阵效率吼低啦吼，毋捌开过。咱就要带大家先来看讲，为虾米伫咧外籍移工，咱讲灾害会遮尔啊济？咱头拄嘛讲着吼，伫咧2018年这个统计数字是1500外件啦吼，遮尔啊济，台湾安怎来去继续防止这代志发生？咱先做伙来看。人生头一届办护照出国，就是对菲律宾来台湾甲小妹的遗体接转去。菲律宾移工 Desiree 阿姊来到劳动部，呼吁台湾政府爱好好啊调查因小妹的死因，还因一个公道。I am here to seek justice for my sister. There's no amount of money that will replace my sister's life. Desiree 是伫苗栗一间供电公司做工课，去年8月咧清洗电路板的时阵，互有化骨水氰化的氢氟酸喷到后骹，造成皮肤大面积化学烫伤，结果送病院了后也是死亡。伫台湾真侪辛苦佮危险的工课，咱台湾的劳工无愿意做，就找外劳来做。不离过也因为安尼造成袂少职业伤害，像对1年来细数的劳工，正像因为操作器材受伤，阁有即位劳工伫玻璃工厂做工课，受伤伫病院待1个月，公司所拢滴点点。Tagal pa ako sa ospital, 1 month, di ako natulungan ng boss ko. Tapos 2016年，一个食品公司的越南籍劳工头予6实在的机器夹入去，消防人员甲机器用歹才甲伊救出来，毋过送病院了后，也是无救回来。2017年10月，台南广电一间专门生产塑胶杆仔的环保科技公司，2名外籍移工透早互通报失踪，早起发现尸体伫工厂的废水处理槽，现场经过检测是有毒氦导火的气体一硫化氢。台南市劳工局也干那会当先下令停工，发生一灾死亡的所在。所有的危害因素你都要预防嘛，你就是事实上你就有发生阻灾了，一定有哪个部分没有预防好啊，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
处分的问题。不离过遮尔侪年来，渔港中大部分的问题还是无解决。今年3月，台中大都的金属烟幕工厂火烧，3个越南籍渔工伫工厂二楼宿舍活封烧死。这几年来，同款的悲剧一再发生，尚无夺走10条渔工的性命。民间团体不断开记者会抗议，劳动部却一直无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所以当年的5·1劳动节也变成劳动团体带领在台渔工抗议顶前的场面。移工遭殃，移工遭殃，劳动部间接杀人，劳动。监察委员王友玲甲王美玉伫今年6月的调查指出，这10年来，制作业外劳的一载失灵承认率是咱台湾劳工的2倍。外国的这个移工的失能率是本国的2倍，这10年来都没有改变。甚至死亡率也有几年是这个外籍的移工是高过于本国的。移工这载失灵率明显比咱台湾劳工较悬。劳工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落实劳检，严格要求工厂要提供充分的防护装备，并且设立这款语言的保命资讯，才会当保障外劳的职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咱看到外籍移工伫咧失灵发生职业灾害了后，失灵的这个比例，真正是咱头拄讲的。是本国劳工的2倍以上啊！咱嘛要带大家来看讲，伫咧2009年的时阵，咱看这当中真正是有差甲4倍啦吼。虽然安尼来看，豆是减少啊，但是这个数字袂当真正讲咱讲对着这个职业伤害，这个移工有任何的保障啦。虽然这个数字、这个倍数是安尼来减少，但是这真正这个伤害已经造成啊，失灵的比例也是维持着2倍以上。咱继续先来请教苏雄姐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即马咱即个3D 的产业大部分真侪拢是外籍劳工伫做，所以因职业灾害发生的比例确实会较悬。所以这会当讲是因为是安怎外籍劳工的职业灾害的比例遐尼悬。过去这嘛是台湾劳工共款，所以咱台湾职业灾害发生的比例，伫咧全世界是可能是数一数二啦，排头名的话。所以这毋是干那讲外籍劳工特别发生，是迄个产业，下面劳工伫遐做。就亲像伟栋头拄讲的，这个部分无改善，无去做这个产业升级，永远就是这个数字较高。对，另外我是感觉外籍劳工的问题，因为伊伫咧迄个工作现场第一因对语言无解讲遐尔了解，所以一寡指令头家也是讲迄个现场的工头，甲因讲安怎做，伊无一定遐尔了解。第二是讲因为因拢足复杂的啦。譬如讲我处理过一寡劳工的问题是，以前来发生职业灾害，因为譬如讲迄芳溪，也是讲迄个染疹伊个机器内底漏垃圾物仔的时阵，照你讲，伊是爱甲伊清出来，伊才个机器才能够运转。但是因会去甲机器禁掉，标准的动作应该是爱甲机器禁掉，伊才会当去清洗。但是伊伫现场的时阵，伊若去禁机器的时阵，定定拢会互头家骂。头家骂讲你臭干个辣椒，就讲你是安怎甲机器禁起来？你遐怎用就好啊。所以劳工伊就无一定。伊就毋敢去甲机器禁掉，所以迄物件内底来讲，迄机器内底有垃圾物仔的时阵，伊就用手去清，还是讲用啥物去甲清？去清的时阵，机器伫芳嘛，所以就真容易拢加入去。所以我感觉迄是，蛮咱讲是因为工作现场的人，伊无对迄职业安全、工作安全无遐尼悬的意识，有些是嘛是无够尊重伫现场操作的人的安全，伊无尊重伊，伊讲你遐袂安怎你啥都要甲机器禁掉，机器禁掉你要启动，你要开偌济时间，所以我感觉这嘛是有时会当安尼讲，外籍劳工伫台湾，因为拢定定互骂，伫咧现场做工课的时阵，伊嘛毋敢去反抗主管对伊的指示，就倒做。对，所以伊也是讲有的人是加班加足济，毋敢休困，无分休困，伤忝，
即嘛是有可能造成职业灾害。是。所以整体来讲，我感觉是咱外籍劳工伫台湾的整体的处境，甲因职业灾害发生的比例遐尼悬嘛是有关系啦。是啦吼，咱嘛讲到受访者啊，真正处理过真侪这个案件吼。咱头拄讲到这两个案件，来看到吼是越南移工这个黄春豪有上新的进度啊吼。上新的进度是啥物？就是讲吼啊，这个雇主头家总算要赔偿啊，啊恁替我者嘛帮助真侪啦吼。因为迄是即个案是因为安尼，伊一直拍官司嘛。啊，拄开始的时阵，劳工因为伊规张手拢无去嘛，一节无去嘛，所以伊诉求请求的钱，律师甲算差不多应该是，那合理来讲是要400-500万，因为伊一世人就无法度，佮有完整的劳动力嘛，所以伊迄请求讲包括伊劳动力损失的赔偿等等，啊，甲包括伊厝的请养偌济囡仔啊，老爸母安怎，所以即拢爱算入去正常的赔偿是应该安这。所以迄个时阵，伊提出讲爱500万的赔偿的时阵，头家讲干来当赔10万。10万啦吼，头拄咱写的10万。对，干来要赔10万，啊，伊的意思嘛，就讲伊的受伤并毋是头家的过失，迄种一般来职业灾害发生的时阵，伫咧辩论啊、拍官司的过程，头家一定第一讲，迄是你劳工家己发生的。或是你家己的错误，所以迄毋是头家的责任，因此因拢无爱赔。啊，我互你10万，是互你慰问金。OK。甲你一个意思安尼，红包包一个互你。但是即个过程拍官司的过程，讲实在是足辛苦的。因为即摆咱拍官司，你要讲证明讲你这职业灾害发生，毋是劳工的失误，是头家你的什么问题，你都要去举证啊，去提足侪证明出来。所以伫拍官司的过程的时阵，其实拢爱两边的律师拢爱修正足久啦。有影啦吼。嘿，啊，都爱完全看法官安怎去判。是。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劳工要拍赢这个官司，特别是外籍劳工，讲实在是无遐简单。就是基本上这个资讯的落差已经真大了吼。虽然讲这件案件尾也是这个和解嘛吼，尾也是赔这个120万吧。是赔120万嘛吼，但是这嘛是开足侪时间，恁替我嘛付出真侪心力啦吼。迄是律师已经讲从开始发生了啊，拍官司啊，对方讲干那要赔10万，后来变20万、30万，安尼慢慢去敲足久的。是。啊，是安怎头家到尾会肯要赔？我感觉头家若肯要赔，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伊迄个责任。无法度闪避的时阵，可能伊有刑事的责任嘛，有刑事，比如讲啊，你就确实是业务过失，造成这劳工的手的受伤，是侵权的一个刑事的迄个责任嘛。是。迄个时阵头家才会真正认真讲啊，我紧赔我来和解安尼啦吼。刑事有问题啊，所以我才要来赔。所以伫这个过程中，你安怎即个掌握迄个刑事的关系？确实你若刑事，你有法度证明确实是头家你的问题。吼，迄个时阵头家才有可能讲真正有诚意要出来甲你赔。啊，若无伊拢甲你拖刷。所以自这个案，咱搁倒来看，这个拜伦这个案，有可能无？这个头家认捌到伊家己刑事上有问题啊。我觉得拜伦这个案子，他在刑事上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么容易。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现场的，不太可能他在发。我觉得这也不只是拜伦哈，就是所有的受到职灾的外籍劳工，你要他提供现场发生的证据，都是相对困难的。因为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我在现场发生的时候我在拍照。你也不用期待雇主会把监视器的画面留给你在这洗掉100%都会洗掉。那有些。会说，如果遇到比较好的同乡的话，有些会愿意出来作证。那但是呢，更常遇到的其实是同乡不敢出来，因为今天我还在这里工作啊，我如果出来帮你作证的，那雇主我怎么继续在这里工作？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不只是拜伦啊，每一个案件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头到维栋讲吼，这件代志啦吼，伫咧刑事头顶吼，可能无像诉讼姐安尼讲的，可能伊这个雇主也是讲头家已经认捌到，伊这个刑事上闪避未够啊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件案件未来安怎来发展，咱来继续来去观察。但是咱佫看到，今仔日继续有意外发生啊，同款是外籍的这个移工手佫存入去伫咧这个机器内底，嘛去用加长去吼。
这种代志真正参照咱讲的，真正这个头家也是讲吼，伫咧第一现场的这个监督员吼，伊就讲是安怎你要关我的机器，所以因大家就安尼吼。可能就便利啦吼，我就安尼甲清掉，但是就受伤啊吼。另外，咱慢慢讲到另外一个单字，就是讲，伫咧彰化彰滨工业区有一种这个新的这个移工的这个模式啦吼。咱先请苏雄师啊，先甲咱介绍一下。嘿，因为咱伫咧讲迄个劳工发生职业灾害比例遐尼悬吼，有时啊是因为伊对迄个工作、迄工厂的作业无讲介熟悉。是。吼，你若讲，咱若标准来讲，应该是。头家应该爱先互伊训练，吼，互伊训练讲这家己安怎操作，爱你爱注意啥物货，你拢爱甲伊教嘛。但是一般来讲，即马工厂是拢无咧做这啦，足少的啦，拢是老鸟带菜鸟嘛，吼，凊彩讲安尼，伊迄地因听话有无一定听有，所以伊安怎爱注意啥，伊无一定会注意到。你拄仔讲到迄个彰滨。工业区，因即马有一种外劳的形式是叫做派遣产业外劳的派遣，是，吼，伊用即个方式呢，意思讲，即个劳工，我会当派你去 A 工厂，嘛会当派你去 B 工厂，吼，会当甲你派来派去，伊这派来派去的情形。我感觉这嘛是有一寡危险存在，就讲你若是无熟悉你所做的工厂，你常常刷来刷去，你对这工厂的作业的安全，你敢有了解？还是讲你敢有会当去熟悉吼？你每一个工厂的作业可能是内容拢无共款，所以这嘛是有可能会使到咱迄个职业灾害发生的比例较悬。是。我感觉彰滨工业区这产业外劳。外站的这个制度，讲实话，我感觉是足不应该。是。因为咱即马政府，咱有足好的这种劳基法，会当去规划恁的聘雇关系是安怎，是安怎要用一个外遣，OK， 外派的外站的这种方式。我感觉这个问题，我嘛定下咧问劳动部讲，是安怎需要用这个方式去派互无共款的工厂去使用共款一个外劳，互伊去派较侪所在。但是我感觉这可能拢是为着头家的需要啦，因为迄有着有一个时阵你工订单较济，我需要较济外劳；有时啊较无订单较少，我无需要济，就会当甲这外劳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是。但是我感觉这一般来讲，对劳工拢是不利的情形啦。因为咱讲吼，真正无这个教育训练吼，嘛无这个真正这个安全教育等等拢无啦吼。但是咱头拄讲到这个彰滨工业区遮吼，这叫做产业外展这个移工吼，我3、5工都要换一个头路，3、5工都要做另外一个工课啦吼。真正我都无熟悉，所以这个安全上真正有真大这个疑虑啦吼。过去咱讲吼，咧做田人吼，有咧拔这个田，拔迄个田，但是伊拢是共款做田嘛。但是伊毋是呢，伊是做这个工课，但是另外一个性质又佫无共。其实咱台湾吼，毋但干那外籍移工啦吼，本地这个移工可能嘛面对着安尼这个情形吼，外派吼，也是讲派互你这个工课，但是我根本就无熟悉啊，职业灾害就伫遮偷偷来发生啊。其实咱的职业灾害发生率案件其实足侪吼。咱一年差不多5万件，有2000外人的失能，500外人的过身安尼哦。其实咱咧讲安那预防这个代志，其实是足重要的。不过在预防，咱像讲日本人的做法是讲，伊足侪拄仔讲的产业升级啦，讲无就讲伊在如何用伊的设施设备当过改善安尼，其实是足重要。你的这个机器，若是讲会当设计一个讲，若是这个手一入去，有一个迄款红外线的侦测，好，伊就随身体收提起来，安尼伊就袂去用架入去啊。这个是日本人是讲，因为咱咧看足侪即款职业灾害发生，其实拢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安全的行为，一个是讲伊是可能是人为的即个动作，再造成这个灾害发生啦。所以其实因的像日本人的重点是讲，什么人来做这个代志，拢袂受伤。伊是用这个机器去改善。伫咧技术上就先甲你防护啦，伊甲封起来。所以讲，其实咱一直讲，教育训练是足重要，无毋对。其实咱若爱配合讲，咱规个这个设施设备嘛是爱去升级哦。不过其实我感觉这嘛是爱政府爱投入啦，吼。无讲其实咱拄仔嘛讲啊，人比机器较俗。公司根本就无想要去改嘛，我安尼规个系统安尼改起来，可能要几百万、几千万。无我
就倒咧，我就甲你倒嘛，看会发生也袂发生。所以讲，其实这嘛是真正爱有规个迄个整个产业政策啦，吼，啊，搁有这个政府的支持，啊，去搁规套的改善。我感觉这有才有可能去规套的安尼该做一个改变啊。有影吼，就是讲吼，真正透过这种技术，但是真侪头家就是讲啊，人命就是一条尔吼，啊，无比我的这个机械较值钱啦吼，但是人命毋是干那这个钱来赔偿这个金额尔吼。亲像咱头拄嘛讲到拜伦这个案件吼，咱搁回过头来看讲，这个现行吼，这个职业灾害。真正有要赔，也无要赔吼，真正爱有一个咱头拄一直讲的这个法院的这个依据啦吼。啊，真正伊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吼？就是讲补偿的这个制度吼，无伫咧线伫咧各种啦吼，这个无整合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个劳工吼，需要吼真正爱到处处去争取啦吼。啊，真正真容易陷入去行政的这个迷宫内底。咱嘛看到讲吼，这个权益就开始来受损啦吼。这是本国甲外籍移工拢有的，咱先自外籍移工人讲，拜伦这个案件，但是咱看头拄有讲到资源已经投入，但是买手真正这制度若无甲整合，伊佫会面临着后回同款的这个事件发生，伊佫会同款的事件佫再发生。我觉得拜伦他在这个以拜伦案来单以拜伦案来讲哦，就是他在这个目前他的所有这些劳保这些几乎他是都还没有拿到的。那当然这一部分其实是因为他是内附胀气的关系，因为劳保有规定要开刀后的半年才能够去申请，那只是申请了之后他已经过世了，来不及了。那但是我都无法度申请啊。可以变成他还没拿到啦。OK， 等于是他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这是有劳保的一个内附胀气的规定，因为只要是内附胀气之后，他要半年后才能够申请，这是一个以拜伦案，他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还没拿到。那可是我觉得，其实以通案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你说这些东西，哪一个表格也有双语。OK， 就是你不要讲说它的程序多复杂，要寄过去寄回来，要填资料，你光一个双语就没有了。OK， 没有印尼语，没有菲律宾语，他们怎么能够自己用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止发生在这个事后的，包括事前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所有双语到工厂现在很多是没有的。OK， 像刚刚我们包括刚前面提到安全教育。对，不要说还不到安全教育，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Desiree 的案件，那个案件当时其实就很明确嘛，现场东西一大堆那个罐子，他不知道哪一罐是6氟零，因为没写。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现场的，连这种基本的双语都还没有。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止发生在像鼎元这样大的工厂，这已经这么大的工厂。OK， 其实像很多小的工厂更不要说，几乎是不会有的。就是咱讲这个化学药物内底吼，真侪拢无清楚标注啦吼，就是讲啊，真正咱嘛要请讲这个外籍移工来遮做，你上无上基本的这个标注一定要注好清楚啦吼，这是第一步啦吼。是，另外嘞，是那包括像那个刚刚有讲到那个红外线那个东西哈，那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这几天都在处理职灾，今天早上我也在处理职灾的案件。是，今天早上那个案件，它其实它就是那种压模机嘛。那其实它有红外线 ，OK。其实我至少处理的今年也处理3件，通通都有的。它就是红外线嘛，双手式嘛，这些我们都知道。那可是很大的问题其实是它有，但是那个有呢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护钢渣嘛 ，OK。它的现场就给你关掉嘛，啊，它平常给你关掉，劳检的时候才打开。啊，这是差在多位？差在速度。哦，大部分的老板会把它关掉，就是因为我要增加它的产能速度，变速度变30。我今天一天一个外籍劳工做3000件，跟一个外籍劳工我做5000件，差很多啊。我赚的钱差很多啊，所以我为了让它的速度加快，我就不要让它开安全措施嘛。因为你红外线在那里，我手不小心在那里，机器就停了。你双手在那里，我还要拿下来按。那如果我把双手式关掉，那他就可以一直做。同款意思啦吼，就是咱头拄来讲的，咧清的时阵，我为着不爱关吼，要互这个继续，我就手去清。但是我即马有这个红外线吼，但是嘛是影响到30，我就劳检的时阵我再开就好。是，但它的背后的，我觉得它背后一整个脉络很清楚。其实简单讲2个字，就是成本啊。OK， 就是成本考量。不管它是要节省这个现场的什么6氟零那些安全的措施，不管
就是所谓的那些药品哦。那不管它是为了让它的机器运作很快，不管它是不是它没有去更新这些所谓的机器安全素质，它只有2个，就是成本。OK， 今天这个工厂你为了你只用廉价的劳工来维持它的生产运作，而让它生存，它必然导致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一直去压低我的成本，我才能够生存嘛。OK， 在这个成本的考量下，职灾的问题永远会不断发生。这是头家的部分啊，咱头倒也要讲到法哦，这是头家家己有迄个心无呢吼，咱继续请诉讼机。另外是讲，讲法的部分，我感觉咱台湾对头家拢足好的啦。咩啊？嘿，那譬如讲，你职业灾害，你比如讲劳工的职业安全，你应该安怎规定？啊，你无照做，无照做啊，是讲你因此发生职业灾害，啊，你无安怎做，违法的所在，罚拢罚足轻的，差像拜伦咱罚咧3万5万，迄是要创啥？对头家来讲，你罚咧钱根本不痛不痒嘛。所以对头家来讲，因为我互你罚的钱，比我违反了后我所赚的钱较济，所以对头家来讲，我互你罚了袂要紧啦，我来当因此增加产能，我就赚较济嘛。所以我感觉第一，若讲要修法，是讲法应该安怎规划？对这种头家应该，特别是牵涉到劳工的性命安全的这种规定，应该爱较重发的。是，伫咧刑事上会当对，对，应该爱重发，还是讲刑事爱加重。OK。哦，我感觉这才是会当互头家真正谨慎去注意这劳工的安全的问题。因为头拄仔这个诉讼机嘛讲哈，若是讲啊，这个头家就认捌到，伊真正有过失去啊，吼，刑事上有带责任嘛，伊才会听啦。是，伊才会紧张啦，无伊感觉拢花钱，你就互你拍官司啊，你拍赢你才会讲啊。伊讲钱你我落地下来，你官司拍赢我才会摕嘛。啊，有时你拍赢，佫无一定摕有啊。是。因为头家嘛有可能讲，哦，我即马要拍输啊，佫可能爱赔你100外万啊，偌济钱，啊，我先脱产啦。先脱产啦吼。先脱产啊，还是讲为公司根本就是敢若罗马公司的啊。OK。伊有各种的人头公司，我今仔即间 A 公司吼。发生这个灾害，我就甲伊有一间 B 公司共一群人，伊另外一间公司啊，到时伫遐法律闪来闪去，所以这劳工有时啊，你官司拍赢，你就无一定摕到钱。亲像阮有一个案，就是已经8年啊，2012年发生的案，甲即句官司嘛拍赢，吼判刑拢确定啊，头家爱赔144万，但是即马劳工1仙钱都摕无。有影啦吼，1仙钱。头家都拢脱产啦，啊，人头公司伫遐改转来转去啦吼，所以完全无办法。OK，所以我感觉讲，但是因为安尼，咱搁再摕转来讲，头家毋是头家，政府的先出面甲劳工的即个应该得到的保障，先用咱其实咱有职业劳工职业保护基金，有100多亿啊！你着按这内底来当先来拨啊，敢若咱过去有迄种劳工，你退休金还是资遣费领无的时，代表咱劳工一直抗议，政府就有一个代位求偿的基金嘛。我感觉职业灾害劳工应该共款要有这种物件。有影啦。咱才无互一个劳工，因为你已经发生职业灾害，我感觉职业灾害是所有劳工内底，我感觉是上界疼的物件。有影。迄就是敢若讲，毋是判你死刑离异的，是甲你挂一块肉，甲你脚，甲你斩一块。佮甲你折磨。我感觉是上界痛苦的一件代志。啊，你第一这劳工受到遐尼痛苦的代志的时阵，你还阁为着要争取你的权利，4个月去奔波，啊，阁有头家甲你侮安尼，你根本就是难怪拜伦会去自尽嘛。一定就是无已经认为伫这世间无公平啊，活伫这世间嘛无意义。是，所以咱都爱考虑讲吼，真正已经受到这灾害啊，伊可能是这个终身吼，真正。这个找头路拢有困难，还是讲连生活拢有困难吼，所以咱咧讲政府，你都要先，亲像咱讲华语讲的，先代位求偿这个吼，先互遮个这个人会当安踏，会当安顿落去啦吼，真正莫互伊心理上这个压力真大吼。上尾咱来请教咱的这个执行长吼，咱看到的真正，毋若是这个本国，也是这个外籍吼，永远咱讲这个做工的人是真正上艰苦的人，但是咱伫咧规个政策也好，还是讲拄着咱讲的真侪这个惯老板也好啦吼，安怎来去运用？意识爱管无？我感觉这对于这个头家伊的责任伫对，其实咱伊也互伊知影吼。
伊其实你讲你伫遐一直闪避，其实你嘛是爱去，你嘛是去用告，可能嘛是爱赔啦。啊，嘛是佫有这个处罚的代志啦。所以说，这个意识应该是爱去想办法，爱互这个头家嘛知影吼。那罗岗当然嘛是爱知影伊的管理力大。啊，毋过其实咱讲到这个职业灾害保险，其实阮嘛是嘛是一直感觉讲，伊毋若干那金钱这个保障尔。你搁爱想着讲，这个人伊搁爱恢复职场，你爱安那协助伊转去伊的职场有工课你去做，伊可能失能啊，伊会当做啥物工课，伊会当搁做啥物附件去做伊的职务再设计。其实这是规个保险，你都爱去想的，毋是讲钱安尼保了这个人以后呢，伊有法度搁转去伊的头路去做嘛。其实我感觉这都是足重要，毋过咱都是足少去关注的，感觉讲敢若钱赔啊，就无代志啊。毋过其实对于这个劳工来讲，我们定定看到吼，劳工发生这灾害了后，其实伊的精神的状况其实是就伊会有忧郁症啊，嘿，去管因为伊感觉伊哪会拄到这款代志，头家哪会安尼对伊，啊伊未来的人生要安怎？其实这种就是足大的问题哦。安那互伊较转去伊的生活，当回到常轨，会当继续工作。其实对伊的这个人是足有帮助的。所以其实咱嘛讲毋拿去看到讲保障金的物件，我嘛感觉。这个咱政府嘛，就有责任讲爱去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去服务讲这劳工，一旦发生代志了，伊应该为头到尾啊去服务伊讲啊申请啥物物件，即毋免讲啊这一个表单伊家己敢袂晓写，伊嘛袂晓写。有影。对，所以讲这是规套的。规套的，毋是干那这个钱的保障，咱做这个拜伦的案吼，嘛会当吼，希望咱讲这个事案吼，会当愈少愈好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感谢。